就係我將會唱埋平喉同埋子喉嘅。嗱，咁我相信咧現場咧好多觀眾咧都應該係粵曲嘅高手，我就唔係在行嘅。如果唱得麻麻地咧，大家又多多包涵。不過咧見大家今日咁高興咧，我又好想將呢首歌曲咧送俾大家。呢首歌曲咧就叫做《牡丹亭驚夢之幽媾》，有冇掌聲先？我要聽下，送俾大家啦，嚟啦！仿似園裏仙我溫情，佢輕夜龍降沙，輕夜龍降沙，莫非冷煙揮月華，雨中景致迷途，問題錯歸家，你係唔係啊？非關有意人願，我苦追尋，亦伴放齋欠風塵，回望這世上送若塵，我這陣秋燈小心歸去吧。你有啲掌聲啊！世間女子又豈有無家之理㗎？我明㗎，莫非天仙姐姐你愛我瀟灑，所以偷偷對我留心。可惜我一小姐，點解你突然之間咁愛住去升睇佢入數多風雅，悲逝水笑顏，欲放下情化妝馬。小姐，你是否問君心掛？既是天仙，天仙未嫁，咁就讓人也分呀。睇我又心中驚嚇，想我又心中驚嚇，點去相見？你相見在招書下。吹飛
精神分裂嘅狀態嚟㗎，因為要唱埋平喉同埋子喉，有冇多啲掌聲啊？啱聽就好啦，咁樣希望大家今日咧個個都好盡興啦，因為即係我都知道唔同嘅歌曲咧都會帶下俾大家嘅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唱完一首。